功力都好勁啊！Hello 大家好，我係牛頭角阿坤啊。今日我哋嚟介紹 MC Square 兩款風筒，一款超小型速乾風筒，另外一款等離子高速風筒。我哋首先嚟超小型風筒先，會開機撳呢個掣，有3檔風力、3檔溫度，撳3秒就關機啦。另外佢嘅重量等於一部 iPhone 嘅重量275G， 仲有個磁吸造型風嘴。另外佢有另外一個特點就係磁吸濾網，咁樣吸住，跟住你就可以用啲掃啊清潔佢啲塵就可以噶啦。另外嗰一款等離子高速風筒有2檔風力，1檔、2檔，跟住有5檔溫度選擇，有最低溫，跟住中溫，跟住高溫，最高溫。另外佢個特點就係有個智能恒溫系統，咁樣佢就如果你過熱嘅話咧，佢就會自動關閉個暖風㗎啦。撳實10秒開關掣，10秒之後停，然之後佢會自己進入嗰個自動清潔系統，佢唔使自己拆個濾網，佢會自己清潔㗎啦。10秒時間清潔，超小型速乾風筒賣緊198蚊。另外等離子風筒賣緊268蚊，兩款風筒都係原裝行貨，12個月代理保養。我哋店鋪做緊1個月保養，快啲嚟我哋各大淘多多買啦！